后来这个嘉义县嘛是落惊人的超大雨，山区山洪爆发，土石崩车。阿里山乡的打板公路有几来边坡出现着水墙，影响道路通行。嘉义县政府一透早就紧急宣布，德家、梅山、环路、大埔甲阿里山乡停止上班上课。 大量的水为边坡冲落来，水量是真惊人。嘉义的阿里山乡未输山洪爆发，驾驶经过拢爱放慢速度。达邦公路若是一位出现水墙，水流为边坡淹到路里，山路是真滑，正手边有水墙，倒手边阁有几排的三角堆，就惊边坡崩落，红叶伫中远，这规路拢互驾驶心惊惊。 黄色的水墙一直为顶悬冲落来，路里拢是绿公梅，周围嘛早就已经有封锁线。另外一边嘛有大型的机具咧准备，雨落几暝，互嘉义县真侪测站今仔日早起累积的雨水伫要300毫米。阿里山乡山尾路段几条公路拢总淹起，水淹伫要到大人的骹肚，未少车辆是冒险咧驶，因为嘉义县部分的山区是今仔日一透早才临时宣布停班停课。 从今天早上啊，大概凌晨以后啊，那开始有一些豪大雨的出现。那后来整个道路的山区啊，大概有一些道路中断啊，跟整个路面啊，那跟河流一样。 嘉义县府紧急伫咧今仔日早起7点外宣布，外山区的阿里山乡、环路、大埔、德家、梅山乡等5个乡镇停班停课，为保障民众的安全。若根据嘉义县消防局说明，梅山乡往太平方向162里架线，目前因为土石流无法度行；梅山乡俊南村150里道路因为土石崩落无法度过。阿里山乡加129线山尾段14公里处路面积水，建议改道。不过，这拢是乡镇重要的连外道路，嘛提醒民众提早改道，细里豆豆啊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